財政預算案之後，北部都會區第一個新盤雲向，早兩日發展商剛剛出咗價。今日你嘅置業拍檔 Alvin 嚟到現場，同大家研究下第一號價單。1號價單開放式及一房，售價由3692000至4445000，當中有77伙一房及3間開放式單位，售價係低於400萬以下。而最低起步價單位係位於6樓 C3 室。有意置業嘅你哋都想知同區新盤價錢去做一個參考，但係區內大型新盤比較少，俾一個參考你哋。另一個樓盤係22年嘅價單售價。樓盤另一個賣點就係東南面向高爾夫球場景，而發展商喺第一號價單會推出18間兩房以及9間兩房加儲物室，售價由632萬至718萬4千，加上同區亦都較少兩房會望向呢個景觀，對景觀有一定要求嘅你，亦都係唔錯嘅選擇。如果大家對北部都會區雲向有咩意見，或者想知多啲呢個樓盤詳細嘅資料，歡迎喺片段下面留言俾我。多謝大家，下次見，拜拜。It's just me, you